意大利威尼斯为着要减少这个旅客带来的观光问题，对4月25开始，甲人客收5欧元的费用，也毋过要300个居民是徛出来示威。伊讲市政府这项政策，就是甲威尼斯变作是游乐园，同时也违反新景区会当自由来去的规定。威尼斯市府一直上正久的观光入城费正式进入第一天，旅客进出的主要交通中心圣露西亚车站，都将近300个居民，也无爱门票、爱住房服务、爱同款的标语游行示威。因此，抗市府这项政策是将威尼斯成做主题乐园，同时也违反欧盟行经条约自由签释的规定。È stato definito un sistema di gestione dei flussi, questo del ticket d'accesso in realtà non gestisce nulla, non regolamenta nulla, i turisti, i visitatori possono entrare in qualsiasi quantità, non c'è una soglia di carico e quindi la città che soffre di overturismo soffrirà ancora di più. 威尼斯这全球首创的入城费措施，今年实施日期只有19天，大部分分布伫个5月到7月周末假日，也是上热门的时段。按过一车票卖数量无上限，而且已经付观光税过美旅客14岁以下甲身上人数顶10群，被排除在外。车路顶悬也无路上或者是被转门，按过应付检查人员伫入城主要通道来调查，违规的人会被罚50到300欧元。When you see how crowded it is today in a national holiday, yeah, you could expect something like this, like an extra entrance. So I think, yeah, I agree. We are from Germany. We are born with Texas, so it's just another one. 威尼斯敢若是去年到2000万游客，大会时阵留咧过暝的游客人数有10万人，是当地5万总人口一倍。为疏解过度旅游的问题，当局自2021年开始禁止大型邮轮停靠。不过当地居民指当局这个措施是治标无治本，大这是问题根源。特别是 Airbnb 这种低级税厝的扩大，互长期税厝受严重影响。同款把受过度旅游之苦的佛罗伦斯，当局就禁止各社区新的低级私人度假税厝，可对专登做一般长期税厝的厝主提供减税优惠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